阿母的手路菜，文录音，单字文。落过雨的暗暝，空气渗一款思念的气味。树头顶的册，明的飘头，思念阿母的味。互册底的记忆，无丢无离，按心肝头亮出来。记忆通过时空，一路旋起我还在读国校的画面。自细汉我就足活骨，遮侪运动我拢有趣味。不管是拍篮球、踢骹球、跳悬、跳远，还是走马拉松，逐项都算得。我一个囡仔在伫学校规日走拍拍，哪一粒无时点会干落，定定还袂放学，腹肚就已经叽叽叫，枵甲大肠过小肠。回来到厝，册牌都还袂藏好，随撞入去灶骹，看阿母今仔日煮啥好料，来踢阮一阵塞食囡仔的喙孔。若要认真讲思念阿母的味，是3暝4日嘛讲袂完。我的阿母是一个真强的职业妇女，逐工拢无闲饲饲，也爱对我也着款来。伊上大的问题是无时间，毋过伫我的心目中，伊比总铺师搁较敖。正讲是煮食的魔术师，因为伊总是有法度伫一沓久的时间内，用紧佮简单的步数，甲料理煮甲不止好食，好食甲阮规定囡仔坐上食饭桌，要输像小前共款，骹手若较慢炖的，你着食无。伫我的心内上怀念阿母的味，都爱讲到即路煏鸡肉，做法真简单，就鸡肉、豆油、甲水尔。阿母讲煮食无啥撇步啦，实在若青，物件就好食。所摆鸡肉若要食到会扣喙，定着爱经土鸡仔。煏鸡肉是阿母的讲法，一直到我大汉要对伊学即道菜的时阵，才知影，因为实在是伤好食，即道菜根本毋免到煏一步，桌顶2只鸡，就拢坐入阮6个囡仔的5脏庙啊。即道菜的做法，若要完整，有2步程序。第一步是甲鸡肉掺豆油加水落去煨煮，等鼎底汤汁收甲要焦，就会使关火起鼎。假使想要食较芳的气味，才进入第2步煏的程序。朋友啊，伫遮偷偷甲恁讲一个秘密，即道菜简单用第1步煨煮，就会使互你无细日食3碗饭哦。若有计划要减肥的朋友，千万毋通煮来食嘿。